东山到六甲的路，然后到这个吉贝刷这边，吉贝刷这边。吉贝刷这边，旧的照片。你看火龙果就种在墙角，火龙果就种在墙角，一根竹竿把它固定一下，然后这样伸出墙外来，吉贝耍还有部落学堂，吉贝耍。看还有教堂，还有公界，东南公界。墙上的话很漂亮。